大家好，我係蔡師傅。卓越培訓發展中心咧都係有課程咧係可以考到牌照嘅，包括有電機業啦、焊接業同埋氣體燃料業嘅。而電牌咧就係第一同埋第三個啦，冷氣技工增修啦，同埋無牌氣管熱水爐咧呢兩個課程咧都係有機電工程署嘅電 R 牌嘅。而中間嗰個電工咧增修課程咧係有機電工程署嘅電 A 牌啦。不過都提醒大家啦，呢度嘅課程咧係只係有考到牌照，但係冇一個學歷嘅提升嘅，因為職業訓練局亦都有其他嘅課程咧，係學歷提升嘅同時咧已經係考埋牌照噶啦。到嚟氣體燃料業咧，咁第一同第八個課程咧，之前介紹過啦，氣體技工嘅8個牌照嚟嘅。不過咧，同之前嘅電牌課程一樣啦，都係有牌照可以考到，但係對一個學歷係冇提升嘅。若果想提升學歷嘅話咧，就可以睇翻職業訓練局嘅一啲文憑啦、高等文憑等等嘅課程咧，係可以提升學歷，同時咧咁已經考咗呢啲技工牌照嘅。到焊接業啦，咁下邊呢兩個咧，咁啊焊接嘅督導員咧就係咧美國焊接學會咧咁承認嘅一啲課程啦。對焊接業就並唔熟悉啦，咁唔知呢兩個課程係咪讀完之後咧就係一啲燒結構焊嘅一啲相關嘅證書嚟嘅。希望今集分享幫到大家考牌，拜拜。